白頭髮又走晒出嚟啦！傳統染髮真係好嘥時間，又擔心啲化學染髮劑會傷害頭皮健康，一染完就甩色。白髮難題從此結束，再忙都要 keep 住儀容得體，光環陽光。Lumina Magic Neo 染髮霜就係你嘅最佳選擇。日本突破性嘅科研，利用光嘅力量研究出感光型染髮霜。Aura 獨家專利銀離子配方，照到光就能夠令白髮自然咁變色，白髮變咗深，就算洗頭都唔會甩色。只需要用1到3次，感受嶄新嘅染白髮體驗。髮色可 keep 到約1個月，用法簡單，用附送嘅梳搽上適量染髮霜，順着白髮由髮根輕輕梳勻，一梳就搞掂，搽完就走，完全不需要沖洗，清理方便，慳水慳力，利用日常光線自然上色。無論係返緊工、出街 shopping、散步行山或者出外旅遊，白頭髮就會靜靜雞咁變深色，完全無刺鼻嘅難聞氣味，喺日常使用變得輕鬆自在。升級版光環陽光 Lumina Magic Neo， 染髮力同變色速度雙重升級，色澤更深，上色更快，效果超有感。唔單止咁，護髮效果全面提升，幫你回復秀髮原有嘅水潤光澤。我哋堅持3無嘅無添加配方，不含會致敏嘅對苯二胺 PPD、鹼性劑及雙氧水，對頭髮同埋頭皮都溫和零負擔。請問 Lumina Magic Neo 好用嗎？自從用咗 Lumina Magic Neo 染白頭髮變咗好簡單，就咁梳上去就會自然咁變色，曬下太陽變色仲會快啲添，又唔會甩色，幫我慳返好多時間。我哋同時收到好多用家成功又滿意嘅回應，搽完即刻搞掂，簡單溫和超創新，升級版光環陽光 Lumina Magic Neo 染髮霜，靠光上色嘅日本染白髮超科技，立即體驗，到訪官網了解更多。